点疾病自我治疗本文点1点神经与精神疾病。头痛。1点服用适量的阿司匹林。2点适度的运动。3点睡觉。4点避免打盹。5点以平躺姿势入眠。6点冷敷头部及颈部。7点热敷头部或洗热水澡。8点深呼吸。9点自我检视是否处于紧张的状态。10点按摩虎口或脊椎两侧。11点在上下牙齿间放一支铅笔，但勿用力咬紧，有助松弛肌肉。12点在头上绑绷带，以减少血液流向头皮，可缓和头痛。13点不擦香水。14点勿施力过猛。15点避免吵杂。16点保护眼睛。17点避免饮用过多咖啡。18点避免嚼嚼，放松肌肉。19点少吃盐。20点准时用餐。21点避免某些食物，如含硝酸的腌制品、味精等。22点禁食巧克力，因巧克力含前酪胺可能引起头痛。23点勿边开车边吸烟，以免吸入过多一氧化碳。24点少喝酒。25点品尝冰淇淋时应慢慢适应。26点培养幽默感。27点服用维他命C。28点做脸部运动，如扬眉眯眼、皱眉张嘴移动、下颚皱鼻半回脸等。眠。1点硬性规定睡眠时间。2点勿在床上浪费时间，待有睡意时才上床睡觉。3点睡前保留一些安静思考的时间，整理纷乱的思绪，有助安心入眠。4点专心睡觉，不要在床上做其他的事，阅读、讲电话。5点避免兴奋剂，如咖啡、可乐、香烟及巧克力，尽量在4点前食用。6点避免喝酒。7点避免可干扰睡眠的药物，如气喘喷剂。8点避免日夜颠倒或作息不定。9点睡前避免甜或油腻的食物，牛奶、面包、水果。食物是的眠环境。11点放松心情。12点使用耳塞、眼罩等工具。13点做运动。14点睡前做爱。如果你认为做爱是一种享受的话，避免停。更勿在生理期坐月子并刚好时做爱。15点洗温水澡。16点失眠，情形严重的话就医。点加联想，点将能照相机的样子，按下快门，假设存档，有助于记忆。3点自言自语，将容易忘记的事大声念出来。4点列一张清单，可能忘记的事情列在上，别是小事。5点将要记忆的东西分门别类，较不容易忘记。6点以编故事的方式记忆，事情连来，先把与脸孔一起联想，有助于记忆人名。
8点寻找事物中的标记物，例如将当时社会上事与个人结合。9点重点提示以帮助记忆。10点阅读，不断的阅读。11点不时的给测验自己。12点保持平心静气。13点小心烈酒，可导致忘恐惧症。1点逆转负面的想法。2点勇敢的面对恐惧，可以消弭恐惧。3点转移注意力，也许以阅读、朗诵、深呼吸的方式来减少恐怖的想法。4点测量自己恐惧度，以记录以了解原因。5点鼓励自己经由克服恐惧来获取成就感。6点避免咖啡因的食物，咖啡、可乐、早课。7比活方式是消耗因恐惧而引发的肾上腺素。忧郁症。1点面对忧郁要处之泰然，因为悲伤心的爱。2点找些事情做，转移力，例如散步、下棋、脚踏车、阅读等。3点从记忆中寻找快乐。4点找倾诉，加以发泄。5点大哭、依唱、静的流泪。6点冷静地分析情况。7点凡事只求尽力，结果呈现并非自己可以决定。8点运动有助于克服忧郁症，如果平日就有运动的不治的全身体。9点图写字、画、抒发感受。10点直接的问清楚怀疑的事情。11点找些很乏味的事情做以分散注意力。12点放松自己，慢小步。13点忧避免决定，以免决策错误使忧郁更严重。14点即使情绪低落，还是要尊重他人，不可迁怒他人。15点离百货公司，避免不理性的购物。16点关紧冰箱，避免以吃抗欲的冲动。17点营养能控制情绪，维他命 B 群可以帮助抗忧郁、情绪焦虑。1点你的态度，以正的角度看待事物，危机也可能是转机。2点保持乐观，缺乏信心时，不妨以过去的成就与未来的美好前景鼓励自己。3点想自己一个舒适愉悦的境中，有助于消除焦虑。4点反复地告诉自己，一切都没有问题，我可以应付得来。5点暂时放松10秒，去不焦虑100步。6点向窗外眺，将视转向远方，避开低潮的气氛，请深呼吸。8点放声大喊。9点伸展肌肉，有助于和焦虑。10点按摩肌肉以缓和上腺素的分泌。11点按摩太阳穴，可疏解疼痛及松弛颈部的肌肉。12点左右移动下颚，可松弛脸部肌肉。13点上翻动双肩，配合深呼吸以放松紧绷的肌肉。14点洗热水澡
15点运动可消耗一紧张化球质，虽然使肌肉疲劳，也放松肌肉。16点听音乐可放松肌肉，也释放心灵。晕车、晕船及晕机点转移注意力，不要一直觉得会晕车、晕船或晕机。2点避免臭味，特别是引擎汽油味烟于性。3点止烟，不管致不致吸者，多应远离香烟。4点避免饮食过量。5点保持空气清新。6点避免饮酒过度。7点睡眠充足。8点尽量固定头部。9点坐在前座。10点勿在颠簸的车上或船上阅读。11点到通风的地方透气，例如甲板。12点注视固定物体，有助平衡感觉系统。13点服用晕机药。14点食用姜粉胶囊。15吃点干或柠檬。16点吃苏打饼前帮助吸引胃液。17点喝些可乐或其他碳酸饮料。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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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星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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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疾病自我治疗点3点呼吸系统疾病感冒。1点利他可缩短感冒期，并缓和咳喷等症状。2点摄取锌可缩短感冒期间，同时大幅减轻喉咙痛等症状。3点保持乐观的心情，可促进免疫系统的活力。4点多休息，保护原的体力，也可避免一些并发症，减慢了活动，避免过度劳累。5点避免参加聚会，以免过度消耗体力。6点注意保暖。7点散步或快走，以改善血液循环，帮助免疫系统循环抗体。8点饮食清淡，少吃脂肪肉类及乳品，多吃新鲜蔬果，以减轻身体的压力。9点喝热精，有助于腔液的流动，可加强体内排除病菌。10点多喝水，补充感冒时所流失的重要体液，帮助排出有害杂质。11点抽烟，抽烟会干扰抗感染的纤毛活动，因此感冒时不要抽烟。12点以盐水漱口，可疏解不适。13点浅啜热脱的酒，或半杯葡萄酒，有助于打通鼻塞并帮助胃。14点洗热水澡。15点以棉花在鼻子周围涂些凡士林，以润过度性的疼痛。16用感药，如阿司匹林。17点若发烧38.3度C 以上或小孩发烧，应尽速就医。18点任何剧痛都应就诊，如耳痛、桃腺肿、窦体痛或胸痛。19吞咽极度
难食欲，不振时应就医。20点气喘或呼吸短促时应就诊。流行性感冒。1点待在家。2点多休息。3点多摄取液体。4点使用止痛药。5点小孩勿用阿司匹林。6点注意其他成药。7用盐水漱口。8点服用口含定。9点空气度。10点适度润滑鼻子。11点热敷肌肉，减低不适。12点呼吸新鲜气。13搓搓背，可活化免疫系统。14点吃清淡的食物。15点发烧、头痛、全身酸痛、咳嗽、疲倦指流行性冒疫有的症状，流鼻喉咙则感冒容易有的症状。支气管炎。1点戒烟，除了自己不抽烟，也去吸二手烟。2点多喝水，帮助化痰。3点吸入湿暖空气，洗热水澡吸收蒸汽。4点必依赖。5点让人咳嗽。6点请教医使用剂。气喘病。1点戒烟，除了自己不抽烟，也去吸二手烟。特别是家中有小孩气喘，更应禁绝吸烟。2点睡觉前避免吃得太饱，以免胃液逆流导致气喘。可以将床头及枕头垫高，或适度服用制酸剂。3点避免冷空气。4点使用口罩或围巾保暖。5点新空调的设定。6点小饮食，避免容易引起气喘的食物。7点远离厨房。8点小心用盐。9点避免天别是酸盐味精。使用剂选择不含阿司匹林的。11点正确的使用吸入剂。12点若气喘快发作又没有吸入剂时，喝几杯浓咖啡有缓解作用。10点每天服用50毫克的他命。6 14点激烈运动时应闭上嘴巴，用鼻子呼吸。15点经常游。16运动前后都要伸或加以缓和。17点随身携带药物。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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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点循环与内分泌疾病。高血压。1点控制体重。2点减少用盐。3点减少喝酒。喝酒高血压的关系密切。4点维持钾和钠的平衡，比例约为3:1。5点补充钙质。6点锻炼肌肉的运，以免血压突然超。7点进行有氧运动。8点考虑吃素。9点经常量血压。10点保持心情愉快。11点少说话。12点也注意配偶的血压。研究显示夫妻双方的血压将互相影响。13点与宠玩耍
可降低血压。低血1点紧压动。起床或站立前以紧压伸缩的方式握手，可提高血压，抵制突然的血压下降。2点心算可提高血压，愈复杂的心算效果愈好。3点少量多餐。4点垫高床及调整睡眠方式，使床头高于床尾，并在平时慢慢坐起。静脉曲张。1点抬腿。2点穿弹性裤袜，帮助血液进入较大且较深处的静脉。3点垫高床尾，有助于睡眠时的血液回流。4点穿跟鞋。5点持理想体重，可减静脉曲张机会。6点避免紧身衣物，以免使血液聚集在腿部。7点小心食用避孕药，某些避孕药可能引起这种问题。8点避免抽烟。9点多散步。10点请教医生。淤血冰敷，每40分钟2次之间勿用热敷。2点受伤24小时之后使用热敷。3点把脚抬高靠墙。4点每取维他命 C。5点注意某些药物，例如阿司匹林、抗凝血症消炎药、兴奋剂或气喘药。6点不可酗酒。质量。1减少糖摄量。2摄取粉素。3远离甜食。4点减肥。5点运动。6点避免酒精。7点摄取鱼油。糖尿病。1点摄取碳水化合物，应有50%、60% 的热量来自碳水化合物。2点摄取是蛋白质，应占总热量的12%以上。3点减少脂肪摄取量。4点多吃纤维食物。5点减少胆固醇量。6点使用糖。7点谨慎使用糖。8点低放甜味剂中的热量。9点少多餐。10点治酒精用不喝超过10 C 的烈酒。11点将酒精视为脂肪。12点减重。13点定期运动。14点快速步行。15点勿从事举重或要力推的运动。16点照顾维护腔，定期检查牙齿，使用牙线。17点佩戴咬合适当的假牙。18点减轻生活压力。19点放松身体。20点定期验血。21点使用成药应请教医生。22点血糖过低或太高都要请教医生。23伤时必须送医治疗。24点呕吐痛难大糖及丙酮血糖浓度超过200毫克，体温为38度或更高时，请立即就医。25点注意足部的情况，由于糖尿病会减低疼痛的感觉，所以可能未察觉不已生，而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遭到截肢的命。
26点定期检查足部，保持前进清爽，将指甲修短，尽速治疗香港脚等疾病。冷天保暖，穿着舒适的鞋子，一定要穿袜子。27点制度补充烟碱酸基苯花青酸维他命 C 镁维他命 B 维他命乙酉是等因。风1点发病时应提高患部关节，让患部休息。2点使用具消炎性的止痛药，例如 Ibuprofen right parenthesis 3. 避免阿司匹林或 Acetaminophen. 药。4点敷触点避免含嘌呤 Purine. 的食物，以避免促成高粱尿酸。此类食物如鱼内脏、肉汁、沙丁鱼、贻贝、芦笋、甜豆、扁豆、白花椰菜、菇类、燕麦片、虾贝类、菠菜、全麦面包、酵母菌、肉鸡鸭等。6大量可尿酸排出，也可避免风引起的肾结石。7点喝药草茶，专家推荐羊拔气、Sarsaparilla. 湿草、Yarrow. 玫瑰石欧薄荷、Peppermint. 药草。8点喝酒，点控制血压。10点不宜以减肥餐方式控制体重，以免因进食造成细胞分解，将尿酸释出。11点服用为用孕药请教医师。过量的烟草酸及维他命 A 可能引起痛风发作。12点保护关节，不要绊到脚趾，同食物穿过子。13吃药可解痛。10点以稳压麻人敷在疼痛的关节，将脚泡在木炭粉和水调和的热水中，或是一天服用4次0.5至1茶匙的活性木炭，有助于降低血液的尿酸。肾结石1点摄取量一天最好能排出约1.14公升的尿液。2点控制钙的摄取量，避免摄入过多的钙质，但并非禁止。3点胃要常含有高量的钙，若罹患钙结石，则服用胃药时应选择含钙量较少的品牌。4点勿吃过多富含盐的，包括甜、奇鸟科、葡萄、椒菜、草莓及茶。5点服用镁及维他命 B6， 可减少90%的复发率。6点吃富含维他命 A 的食物，可维持尿道内膜健康，也有助于避免结复发。这类食物包括活剥绿花椰菜、洋香瓜、牛肝。但高剂量的维他命 A 有毒，服用前最好请教医生。7点保持活力，以免钙质沈积在血液中。8点减少蛋白质的摄取，包括肉类、田酪、鱼和鸡。9点减少盐分的摄取，少吃各种高盐分的食物。10点限制维他命 C 的用量，特别是
草酸钙的结石患者。11点勿用过维他命。第12点，若曾为患者之后又感到任何强烈疼或外泄，请尽速就医。使患者了解本结石的类型。胆固醇过高，点注意体重。2点，减防水量。3点，改用橄榄油。4点，不必禁绝吃蛋黄，但一周最好不要超过3个。5点，摄取豆类，例如菜豆、扁豆、黄地豆、大豆、黑眼豆、斑豆等，可有效降低胆固醇。6点，多吃水果，可降低胆固醇。7摄取燕麦，可有降低胆固醇。8点，摄取玉米糠。9点，多吃胡萝卜。10点，多运动，可减少动脉脂肪的堆积，也能提升3餐饭后消除血中脂肪的能力。11适量的摄取瘦牛肉，可能有益于心脏。12多吃牛奶，其中的非脂肪质能以肝内制造胆固醇。13点，服用蒜头汁，可使胆固醇下降。14点，用洋车前子 Psyllium seeds, 可降低血胆固醇。15点，减少咖啡摄取量。16点，勿抽烟，使放松。8点，叶酸、阿玉、维他及可以低胆固醇含量。19点，茶的鞣酸有助于控制胆固醇。20点，柠檬、草油、螺旋藻、大麦米糠及活性炭可以降低胆固醇。星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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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星泡星星星星星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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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5点，妇科与泌尿系统疾病，金钱症候群，保持自信。2点，量多食低糖饮食。3点，避免甜食。4点，减少乳品，避免乳糖阻碍体内吸收镁，因为镁可帮助调节动情激素的浓度，同时促进分泌。5点，避免动脂肪，以多元饱和脂肪取代动物性脂肪。6点，限制盐的用量，最好采取低钠饮食，以防止水分滞留在体内。7点，增加纤维质摄取量，多吃蔬菜、豆、全麦、荞麦以及大麦。8点，避免咖啡因，节制食用咖啡、茶、巧克力等含咖啡因食物的用量。9点，节酒精加重血低，会使头痛、疲倦更加严重或引发吃甜食的冲动。10点，避免以利尿剂来疏解腹胀，以免使矿物质流失过多。11点，适度运动有助促进血液循环，放疾病排水，也促进脑少脑飞，有助全身舒畅。12点，缓和环境气氛，如柔和的色调
或宜人的音乐。13点深呼吸。14点泡矿物澡，在温水中加入1杯海盐及1杯碳酸氢钠，有助放松全身肉。15点做爱，性高潮可疏解肌肉痛及血液循环不顺，同时可刺激有助于清除充血器官内的血液及其他体液。须知精气神是人参三宝及机会成本的概。16点制度安排工作进度及目标，勿使自己负担过大。17点与他人分担倾诉。18点适度的抚慰他。第6，可血情有助排出愤、乳房胀痛、疲劳及想吃甜食的欲望，为需经医师指示。19点维他命 A 及 D 可改善皮肤健康，有于抑制经前的粉刺及皮油脂生。20点用维他命 C 可减轻情绪紧张，并可防止月经前期的过敏症。21点维命 E 缓和乳房疼焦虑、沮丧等症状。22点钴可预防经前的痉挛及疼痛。镁并能控制对食物的渴望，同时稳定情绪。镁同时可帮助钙质的吸收。23点控制吃甜食的欲望。经痛。1点饮食均衡。2点辅维他命。3点补充矿物质，如钙钾及矿物质，可帮助疏解经痛。4点避免咖啡因，因此咖啡、茶可乐、巧克力等食物最好少吃。无禁酒，特别是容易出现水肿的女性。6点勿使用利尿剂，以免使重要的矿物质连同水分排出体外。点保持温暖可加速血液循环，同时松弛肌肉。8点多喝热的药草茶或热柠檬汁。9点可在腹部放置热敷垫或热水瓶，一次数分钟。10泡矿物澡，水缸加入1杯海盐及1杯碳酸氢钠，泡20分钟，有助松弛肌肉并缓和经痛。11点从事走路或其他适度运动，可减少经期疼痛。12点练习瑜伽操，如弯膝跪下坐在脚跟上，前额触地，双臂伸直，保持这个姿势，直至复位。13爱性潮疏解痛，将其他体液带离子宫。须知精气神是人参三宝及机会成本的概念。14点服用止痛药，最好和牛奶或其他食物一起吃，才不会太伤胃。饮料生活态度，充实自我，寻找朋友或家人的支持。2点每天运动，走路、慢跑、骑车、跳绳、跳舞或游泳等，都是适合停经妇女的用药，小心避开。4点穿着多衣服，以便在皮肤发热时可脱下，待症状消失后再穿回。5点穿透气凉爽衣服。6点少量多餐，益身解体。7点多补充水。
8点减少咖啡因的摄取，以免刺激荷尔蒙，诱发皮肤发热。9点限制酒精摄取量。10点避免热气及高温。11点持续性生活。如果有困，应与伴侣沟通，一起解决，或使用辅助工具。另外，练习 Kegel 操可帮助做爱时的愉悦感，并防止尿失禁发生。害喜1点和姊妹或朋友分享经验。2点经常补充单糖、柳橙汁及葡萄汁的单来源。3避免杂食物。4点多吃的杏仁果。5点睡前吃点东西，可避免早上起床时血糖过低，同时避免胃灼热。6点喝清澈的液体，如肉汤、开果汁及某些草药茶。7点满足自己的胃口，想吃食馍就吃食馍，只要不是垃圾食客。8点持心气和。9点若体重减轻，无论减轻多少，都应该看医生。10点感到虚脱、没有尿意或连续4至6小时，完全无法进食时，请马上就医。失禁、想食物每天的饮食大小情形，以利医生追踪原因。2点克制水分摄取，尤其是睡前。3点避免酒精。4点避免咖啡因。咖啡因也是一种利剂。5点喝葡萄柚。6点保持排便通畅。7点戒烟。8点减肥。9点排尿时尽量排光膀胱的尿液，然后站起来再坐下，微向前倾，再排一次。10点勿憋尿。一有尿意，应马上去排尿，最好在饭前、饭后及睡前将尿液排尽。11点训练排尿习惯，先在短时间内故去排尿，再漫长，可有效改善尿失禁的问题。12点睡的地方离厕所不要太远，方便排尿。13点在打喷嚏、咳嗽、提重物或弹跳时，应是缩呼吸，以免尿液外漏。14有尿进的前兆，放松心情，再缓步走向厕所排泄。15点使用成人纸尿裤、尿床。1点不因小孩尿床而予以责骂。2点在卧室内安排备用品，让小孩在尿床后可自行更衣或换床单，以免尴尬。3点以爱心关心面对小孩宁性防感染。1点喝水，以增加排尿，可预防甚至治疗感染的状况。2点洗热水浴，可减轻疼痛。3点服用阿司匹林等消炎药，能减轻发炎引起热感。4点维C可以酸化尿液，干扰细菌生长。5点排便后，由前向后擦拭肛门，可预防感染复发。
6点性交前上厕所，以免细胞借由性交被带入膀胱。7点考虑是否使用子宫套避孕器，因子宫套避孕器容易引起复发性膀胱感染，若有感染情形，应考虑改其他方避孕。尽量使用卫生取代卫生棉条。9点注重个人卫生，穿着棉质内衣裤较容易保持前爽洁净，但勿清洁过度。10点膀胱感染患者一旦出现血尿、下半部背及腰窝疼痛、发烧、心或呕吐时，就应该要看医生。阳痿。1点给予较多的时间，年纪愈大，产生勃起的刺激时间可能愈长，射精下次勃起的时间也可能随着时间而延。2点某些药物可能引起阳痿，因此若怀疑现在服用的药物造成痿的，应跟医生讨论。3点克酒精摄取量。4点注意饮食，因为阴茎是一种血管器官，所以若摄取太多胆固醇及饱和脂肪，可能使阴茎窄化，造成阳痿。戒可因血管收到勃起的皮滑肌松弛，因而阻碍勃起反应。6点锻炼体型，对自己的身材愈满意，愈容易进入状况，达到勃起。7点勿运动过量。8点等待疼痛消除，疼痛时身体会抑制各种性刺激，因此疼痛消除可改善勃困难的况。9点避免真性兴奋剂，放松心情才是性行为中愉悦的催化剂。10点将注意力集中在与伴侣感官上的亲密关系，不必一味担心是否勃起。11点与伴侣开诚布公的沟通，试着找出问题的症结。星号星号星星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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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6点眼耳鼻喉科疾病，黑眼圈。1点冰敷可收缩血管，帮助消肿，也减少引起黑眼圈的内出血。2点避免阿司匹林，因其胃抗凝血，使液不凝结，会使造成黑眼圈的出血不停止。3点勿擤鼻涕，以免因压迫与眼眶相邻的鼻窦，而使空气注入眼皮下，不但造成肿大，也会增加感染机会。眼睛疲劳。1点注意光线，太暗的灯光使眼睛容易疲劳，使用能提供明暗对比的隔灯光较佳。2点3个小时连续使用电脑，应将眼睛移开电脑10至15分钟，让眼睛休息。
3点减弱萤幕的光线，让萤幕的亮度降低，可避免4降电套全黑后闪，使萤幕光线可以降到很低。5点闭眼休息，是消除眼睛疲劳的好方法。6点将毛巾浸入茶，用来敷眼10至15分钟，可消除眼睛疲劳。7点将双手摩擦生热，再盖住眼睛，勿压迫双眼，深缓的呼吸有助眼睛疲。眨眼摆下，助于眼睛到暗果，眼部血丝。1点睡眠充足有助于滋润眼睛，减少眼睛的血丝。2点清洁眼睑，以免因残屑、油脂、细菌、化妆品等尘屑导致眼睛发炎，布满血丝。3点使用人工泪液，减少颜色。4点以冷巾敷布，可收缩血管，滋润眼睛。夜盲症1点如果坐在黑暗中5分钟还看不到的话，可能就是患了夜盲症。2点维他命 A 影响人的夜间视觉能力，若有夜盲的症，服用量为 A 数小时获得改善，但服用维他命 A 需经医师同意。3点增加夜间开车的可见度，保持前灯前进，在光线不足时，避免戴太阳眼镜，有助于可救。4夜盲病避免夜开车，事先画路线，选择交通流量较小的道路，可减少夜间开车的麻烦。若天况不佳，最好不要开车。结膜炎1点以温毛巾敷眼，2点保持前进，以棉球干清水擦拭分泌物，可加速复原。3点可以将婴儿经水以10至用球干擦拭，可软化清洁眼睑与睫毛。4点勿与任何人共用毛巾手帕，以免互相传染。5点游泳时请戴泳镜。6点如果你的眼睛痒痒是蚊子咬，眼内也有丝的，那可能是过敏性结膜炎，最好以抗组织胺的成药，并加以冷敷。7点细菌引起的结膜炎在眼睛闭上时情况会加剧，因此晚上睡觉时最好点些抗生素软膏，以防止分泌物过多。耳垢1点勿将任何东西插入耳朵，以免刺破耳膜，即使莲花手指好。第1水矿物油或甘油等居家常备药，将耳垢软化，让多余的液体流出，重复2-3天后，耳垢便可开始冲洗。3点滴几滴精也有助于蒸发耳内的水。4耳朵不可太长，一个一次够了，否则会将耳朵的保护层冲掉。5点耳朵若有阻塞或听力丧失的问题，应立即就医。若未及时治疗耳朵感染，可能造成永久性失聪。
耳痛。1点坐立姿态有助于消肿，促使耳咽管开始滴流，也能解疼。笑时最好稍微垫高头部，以利滴流。2点保持温暖，可以减轻疼痛，因此可将吹吸至距离5至10分处，让气送入耳朵。3点想知道是否得了中耳炎，可以抓着耳朵摇动一会儿，若未痛，问题应该是在中，反之则感染可能发生在外耳道。4点将婴儿游置于一锅温度与体温相同的水中，待婴儿游温度也达到体温时，滴1到2滴到耳内，可减缓疼痛。唯必须注意，如果你怀疑耳骨膜破裂穿孔，千万不滴液体耳内。点去口香糖，让肌肉活动，有利于打通耳咽管。6点吸一大口气，捏住鼻子，然后将空气挤入鼻腔内。当你听到啪的一声，耳内耳外压力就会平衡。7滴吸降期间睡，未入睡时无法像清醒那么长吞咽，耳朵无法跟上气压的变化，可能使耳朵不舒服。8点在飞机着陆前1小时或睡前使用去充血剂或鼻腔滴液，可预防半夜耳朵痛。9点保持耳朵内外压力平衡。潜水游泳时避免使用超紧的耳塞或头套过的潜水衣，以免在下降时阻碍压力的平衡。10点避开疼痛的来源，如搭飞机或潜水。11点试试止痛药，可暂时疏解疼痛。耳朵感染，1点服用止痛药可帮助耳朵感染患者进入梦乡，但若年龄低21岁则不宜服用阿司匹林，以免罹患症候群。这是种危性的神经疾病。2点保持头部直立，耳咽管就可以自然滴流。3点喝水的吞咽动作与通耳咽管，耳咽管打通就可以解除疼痛。4点耳朵容易感染的您，可在睡前使用充气助耳内前噪，使患者入眠。5点喝母奶的婴儿较不容易发生耳朵的毛病。6点戒烟，烟所含的刺激物将促使耳朵的毛病变成感染，导致管阻塞。手烟然1点容易罹患炎的孩，父母应选择较小型的托儿所，可减少罹患机会。8点3岁以后的小孩就脱离耳咽的困扰，比较不容易被感染了中耳炎。1点支耳朵，应将耳向及向外拉，使耳道伸直，再以吹风机向耳内吹30秒，可消除细菌及霉菌库室的湿热环境。2点耳朵发痒时滴耳药水，使其阻抗功效，可避免感染。3点洗头发、洗澡或游泳时，记得戴耳塞，可保持前噪，避免感染。4点烘耳时，若
游泳，应投入水面，少进入内的机会。5点使用止痛剂暂时止痛，但仍应就医。6点热敷可疏解耳痛。7点勿清除耳垢，适度的耳垢可防潮并提供良性菌的栖身处。8点保持耳道的前噪，可以棉花棒毡凡士轻轻地塞入耳朵入口处，有助吸收耳朵内的水分，使耳道前噪。9点使用消毒酒精白醋应油或羊毛脂等家庭配方，在每次弄湿耳朵后冲前噪剂。10点慎选游泳场所，才不会感染细菌。打鼾、眼结。大多数打鼾者都是体重过重的中年人，减肥可停止打鼾。2点睡前喝酒会使打鼾更严重。3点避免镇定剂，因为任何使头颈附近组织放松的物品都会使打鼾更大声。4点抽烟的人较易有肝的问题。5点侧睡觉不易引起打鼾。6点垫高床头，不只是头部，而是整上半。7点控制饮症，打喷嚏和打鼾经常相携而来，可使用鼻腔去充血剂减少过敏引起打鼾。8点鼾声愈大问题愈严重，过于严重请可能开解决。流鼻血。1点在流前应将血块醒出，以免因伤口无法闭合而无法止血。2点以去充血剂或鼻腔喷液将棉花沾湿，塞入鼻孔可帮助止血，白醋也行。3点用手指捏住部分的鼻肉，持续压紧5至7分钟，可帮助止血。4点坐直，以免液流到喉咙。5点冰敷可促使血管收缩，减少流血。6点血凝结后，将形成血块结痂，此时最好不要挖鼻孔，免剥结痂，造成血复发。7点涂抹抗生素或类固醇软膏，可止痒也可防止粘液前硬。8点补充铁质，帮体内造血。9点阿斯体可能干扰血液凝结，如果你很容易流鼻血，最好少用阿斯匹林。10点此外，医生建少用富含洋酸的食物，包括咖啡、茶、杏仁果、苹果、杏果、蓝莓、黑莓、小红莓、薄荷、樱桃、葡萄、甜桃、番茄及花。11止血，选1至低胆固醇的食物。12点增加空气湿度。13点补充维他命 C。14点慎选口服避孕药，最好和医师讨论。15点戒烟，以免使鼻腔黏前引发鼻血、鼻窦炎。1点吸入热蒸汽，有助鼻窦通畅。2点喝杯热饮，可提供部分疏解。3点使用湿气机，可预防鼻腔及鼻窦前噪。4点多补充水分，每天喝大量的饮料可以稀释粘液，保持流畅性。
5点自省，可防止内而成压细菌冒更的地。6点使用去充血剂，帮助收缩血管，使空气流通顺畅，并减轻鼻腔内的肿胀感。7点勿持续使用鼻腔喷液，否则会使症延续或甚更糟。8点运动堵住肾上腺释出，能收缩血管，帮助消除鼻窦的肿胀。9点以指腹擦摩疼痛的鼻窦，可促进新鲜血液流至此处，缓和不适。10点用热毛巾覆盖眼及泉，可消除鼻窦痛。11点吃蒜头、山菜根可使粘液较不粘稠胶着，使粘较易流动。喉咙痛，1点用口含定，特别是含酚的口含定可杀死表层的病菌，有助于控制入侵。铜也有轻微麻醉作用，可麻痹神经末梢，减低痛痒感。酚的也有同样效果。2点服用心口含定，可有效疏解喉咙疼痛，但不可连续使用高量的宾达酰以上，以免干扰体内其他矿物质。3点洗盐水或其他溶液来治疗，如洋甘菊茶、柠檬汁威士忌。因有嘶哑或咳嗽，则疼痛的部位较深，这时漱盐水较无济于事。4点增加室内的湿度，才不会因嘴巴呼吸而吸入清燥空气，造成疼痛。5点解决鼻塞的问题，可减低喉咙痛的问题。6点服用止痛药，以减轻痛苦。7点多喝白开水。8点以羊菊泡沸水，再用巾巾后拧前贴敷患部，给毛巾却再重复前述动作，可疏解不适。9点服用蒜油胶囊，可有效杀菌，为出现反效果时应立即停止使用。10点服用他命，C 有不强组织，可帮助对抗喉痛的病菌。11点更换牙刷，以免旧牙刷上的细菌侵入。若生病了，原时应该再换1次牙刷，以免被感染。12点睡前1至2小时内不要吃东西。睡觉时将头部垫高，可防止胃酸逆流，伤害喉炎。1点不要说话，让弄休息，即使是轻声低语也最好避免。2点勿服用阿司匹林，以免延缓血液凝结的时间。3点使用提供冷水的时机，有助声带表面的黏膜保湿。4点使用热蒸汽，也可使黏膜规避湿度。5点多喝开水，好是温开水，但要避免冷饮。用鼻子呼吸，可保持喉咙湿润，尽量不要用嘴巴呼吸。7点戒。8点慎选喉糖，最好选用蜂蜜或水果口味的喉糖，不要含薄荷的喉糖。9点注意飞机舱内的空气，
太过清燥可含糖过，以增加唾液分。10点检查服用的药物中是否会造成喉咙前燥，例如降血压剂、甲状腺药物。11点用麦克风说话，帮助音。12点练习发声，减少因说话而造成的肌肉彼此压迫。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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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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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号星号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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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星号星号星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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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7点口腔牙齿疾病口臭。1点用餐时避免葱酸辣食，因其容耐用餐后迟迟不散。2点避免辛辣的熏肉制品，以免因挥发性精油而使气味残留口腔内。3点某些特殊的起司及甜酪等乳制品容易残留在口鼻中。4点避某些类，例如比萨的鱼、三明治的尾鱼，都可能造成口腔气味。5点以开水代替酒精饮料、咖啡、酒剂等要尽避免。6点随身携带牙刷，可使某些气味暂时或完全的消失。若无法刷牙，可以漱口取代。7每天常吃3餐，不吃东西或禁止可逆口臭。8点如无法暂离座位，可多饮用餐桌上的开水，有减轻异味留在口中的困扰。9点用含薄荷味的漱口水应急，因漱口水只有短暂功效。10点嚼薄荷或口香，可按时口气。11点把香菜原虽放入口中咀嚼，可净化口气。12点试试烹调的香，也净化口气。13点刷别忘了刷舌头，以免残留细菌在口中作怪。14点向手心哈气或闻闻牙线的残垢，脑部表口气清新。15点经常用的口该就癌结核、梅毒、虚脱、缺乏锌等病可能引起口臭。唇疱疹。1点保持患部前爽。2换牙刷，免牙上病毒残留，造成多重疱疹。3点勿将牙刷置于浴室。4点使用小条牙膏，以免牙膏的开口有细菌残留。5点在伤口涂上凡士林，但切手时涂抹应以棉花棒沾入凡士林。6点清水溶液，可加速复原。7点补充赖氨酸，为虚惊一之意。8点减脂生活习惯，生活作息应力长。9点冰敷，可减轻发炎。10点以含酚的成药疏解患部。11点日晒风吹，
保护嘴唇避免受伤害。12点避免含丰富精氨酸的食物，如利可利可乐、豌豆类麦片、花生、明胶、腰果、啤酒等。13点紧张情绪及高度压力可能引起单纯腹8应习一个比较隐关的人际关系，并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健康积极的态度面对，比较能克服症状。14点放松心情。15点运动可强化免疫系统。16点不必因为脣疱疹而觉得沮丧，这和常青春痘一样。没时磨大步的磨牙。1点白天让嘴巴保持在健的休息状态，即让牙齿维持松弛，最好是嘴唇相合，牙齿相离。2咬苹果或生萝卜等东西使上下疲劳，可镇定嘴巴。3点热敷上下颚，可松弛咬合肌肉，也可减少头痛的机会。4点可到体育用品店买护齿套，以防止夜间磨牙。磨牙与压力最有关系，因此放松心情是最好的办法。6点减少咖啡因与精致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7点洗温水澡。8带字。9点学习放松的方法，力量或渐进式放松。牙痛。1点用力漱口，也许可以将引起牙痛的菜叶子用清，使牙痛痊愈。2点麻醉止痛，含一口威士忌是好方法。3点漱盐水，可减低痛楚。4点按摩手虎口的地方，或冰块搓摩此处。5勿使用受伤的牙齿。6点冰敷牙痛部位的脸颊，可疏解疼痛。7点勿张嘴，避免冷空气接触牙齿。8点每4至6小时服用阿司匹林一定。9点避免热疗，使感困，齿龈发炎。1点使用牙线，正确的刷牙，做好口保健。2点刷牙龈边缘，将牙刷倾斜45度，由内向外侧，使牙面及牙龈都能被刷到。3点用2支牙刷，让牙刷可以封前。4电动牙刷可以帮助去除大部分牙垢。5点防止牙骨疏松，多补充钙质。6点按摩牙龈，以拇指及食指夹住牙龈摩擦，以促进牙龈内的血液循环。7补充维他命 C， 可控制牙龈出血。8点认清漱口水的标签说明，最好含有氯化物或溴化物的产品。9过于脏的生活会造成牙龈负担，点戒9刷舌头，以去除细菌毒素。12点漱双氧水，以1的比例和水混合漱口，但勿吞食。1周3次。3点每天1种生菜，克制硬多稀的蔬菜。14点以些许水调和碳酸氢钠。
将其涂在牙龈边缘，不但可使牙齿光亮，也可中和细菌的酸性废物，同时除臭。15点以芦荟刷牙龈，可减少口内的牙垢、齿石和齿垢。依正确的刷牙，以45角将牙齿与牙龈的交界处，轻轻地以圆形的方式移动牙刷，一次刷1至2颗牙，才是正确刷牙法。点不忽略部位。3. 刷牙2分钟，不是30秒匆匆的结束。4点选用适当的牙刷，小型的牙刷好，尼龙材质要不会刮珐琅质。5点以握笔方式握牙刷较正确。6点使用牙线，可刮除齿垢。7点使用含有氟化物的牙膏。8点降碳酸氢钠与盐混合牙膏用。9点用清水刷也可去除牙垢。10点饭后刷牙或漱口，帮助去除牙垢。11点以1的比例将双氧水与水混合，先是漱口水。12点使用冲牙。13点后咀嚼口香糖，无糖的口香糖较好。14点试试电动牙刷，可帮助行动不便者清洁牙齿。3. 1点后刷牙，2点用碳酸氢刷牙，3点漱口，4点使用电动牙刷，5点使用漱口水，6点勿使用牙齿洁白剂，因其汞去齿渍，损珐琅质。7点刷牙不宜用力过猛，假牙的问题。1点镜子微笑皱喜怒哀乐表情，可帮助你较有自信。2点练习说话，做咬字练习，以便戴上假牙可清楚的发音。3点制作录影带给牙医看，让医生了解你颚肌或嘴唇移动的问题。4点小心使用牙签，朗读检查自己戴上假牙后是否发音正确。6点使用假牙粘着剂。7点在刚装上假牙时吃软性食品。8点饭后假牙下，用肥皂及清水清洗。9点养成刷牙习惯。10点是用口含定，可帮助你经常吞咽，去除因初戴假牙而产生的过多液。11点按摩牙龈，可促进液循环，帮助较长吞咽。12点以盐水漱口，清洁牙齿。13点偶剥下假牙，让牙龈息一会儿。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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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号星号星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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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8点头发与皮疾病，头皮屑
点经常洗头发可控制头皮屑，愈常洗头发愈容易控制头皮屑。2点使用温和无药性的洗发精。3点使用抗头皮屑配方的洗发精。4点使用焦油配方的洗发精。待起泡后5至10分钟再冲洗掉。5点与一般洗发精轮流使用。6点洗头发最好洗2回，且在发精起泡沫后再上药，可增进药用洗发精的效果。8点最好每隔数月换一次洗发精品牌。9点按摩头皮，帮助松弛头皮与头皮屑。10点避免啤酒当作润发液及发胶，以免引发头皮屑。11点使用润发露，以防止头发因抗头屑洗发而伤发质。12点偶然使用橄榄油，可帮助松弛及软化头皮屑。13点晒阳，阳光中的紫外线对脱皮现象有消炎的作用，因此头皮屑在夏天较不严重。14点平心静气，避免情绪诱发或恶化头皮屑问题。头发前。1点洗头过度。2点使用润发露。3点以美乃滋充当润发露，一段再以水冲掉。4点经常修剪发尾，有助控制发尾开叉。5点勿以高温设计发型。6避免风吹日晒。7点游泳应戴泳帽。8点喷些啤酒可当定型液，而且可赋予头发清新健康亮丽。甘心针灸味，酒味很快就会挥发。9点到美发院护发，油性头发。1点经常洗头发。2点洗头时按摩头皮，但2次洗发之间则应避免。3点洗头要洗2次。4点润发露。5点使收髻。6点梳头时过分，避免将油脂由发根带到发梢。7点避免额头上方的发丝齐长，打薄或打层次可以看起来较蓬松。8点放松心情。9点某些避孕药会影响女性的荷尔蒙平衡，改变油脂分泌，应该选用时可与医生讨论。10点改以啤酒做发胶。11点用柠檬水润发，可有效去除油脂。12点用苹果醋润发，可滋养头皮及去除洗发精的含硫物。皱纹。1点避免晒太阳，否则使皮肤脱水萎缩。2点收敛部表情，若过度挤眉弄眼，容易形成皱纹。3点避脸部直接晒阳光下。4点注意睡姿，避免脸与枕头接触，才不易引起皱纹。5点减肥要趁年轻，否则年老了皮松弛，一旦瘦下来会形成较多的皱纹。6点培养运动习惯，可使肌肤紧实。7点饮食均衡，维他命及矿物质是维持肌肤年轻的重要物质。
特别是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A 及维他命 C， 如牛肉、鸡肉、蛋、全麦牛奶及新鲜蔬果等食物。勿抽烟。抽烟会导致口腔周围的皮肤提早老化，引皮下微血管的血液供应少，而加速皱纹的产生。9点少喝酒，因酒精使脸部发肿撑开，待收缩时皱纹变阴森。10点使用润肤乳液，但应先清洗皮肤。11点勿任意尝试坊间不实的广告商品。10点勿洗故以皮肤过前产生皱纹。13点使用湿气机，可提高湿度，防止皮肤乾燥。14点向专业化湿群。15点以不含油脂的化产品修饰皱纹，但不要期待奇迹。16点放松心情，笑口常开可转移人对皱纹的注意。4. 改用适当的化品，油脂过多的化品会造成皮肤的负担。2点细读产品标签，羊毛脂液丙肌肉豆蔻油液会硫酸钠应避免和油脂样都会造成皮肤负担。3点彻底卸妆。4化能少用就好用。5点某种避孕药可能加重粉刺的问题。6点千万不要挤压，除非面泡中央出现黄点，及面泡已化脓者轻挤压，使脓排出，有利面泡复原。7点消除黑头粉刺。8点避免日晒。9把皮肤搓洗前净。14性一种药物。11点遏制粉刺的蔓延，应将药物涂在粉刺的四周，而非患部所在。12点长期使用过重点的食物诱发粉刺，例如海产食物、海带等。水泡。1点将大水泡或容易破裂水刺破，其中的液体出，用细纹棉布做成甜甜圈状，套住水泡，可承受每日活动的震动及摩擦。3点要刺破水泡前，记得消毒戳针。4点刺破泡勿将皮撕掉，因为这块皮可保护伤口。5点3合一抗生素可除去水泡的细菌感染。6点用简便方式覆盖，如 OK 绷。7点透气对伤口有益。8点纱布一旦湿了就应该替换。9点提高鞋垫可减少摩擦，点穿可减少耗材的状况。11点每日撒爽身粉。12点涂凡士林可减少摩擦。13点穿新鞋配新袜，可承受摩擦力以保护脚。14点使用一般顺着脚型剪裁的袜子，才能预防水痘、晒伤。点使用止痛药，如阿司匹林可疏解轻度至中度晒伤的红肿痒痛。2点预防晒伤，可在吃饭前不用阿司匹林。3点湿敷，以
冷水脱脂、牛奶醋酸铝、燕麦片金铝镁溶液来湿敷皮肤，可防止过痒或皮肤乾燥。4点泡冷水澡，以醋碳酸氢钠等浸泡，再以净的毛巾轻拍皮肤，擦前换布，以免刺激皮肤。5点使用温和的香皂，并彻底的冲洗前净。6点洗澡后涂上滋润皮肤的乳液。7点使用新鲜芦荟，直接涂在患部，可帮助伤口复原，但应先测试是否过敏。8并不注冰敷在受伤的皮肤上，可舒缓疼痛，但不能将冰块直接接触皮肤。9点多喝水。10点饮食均衡，且应清淡。11点若腿被晒伤，且脚呈现浮肿，最好将腿抬到高于心脏的位置，可减低不适。12点睡眠足，可在床上撒上爽身粉，以减少与床与皮肤的摩擦。13点若有水泡，则未严重晒伤，若范围不大，可其次过，但勿将表皮剥除。14点晒伤的皮肤要3至6个月后才能恢复正常，因此不要在短期内再晒在光下。15点出门前要擦防晒油，即使阴天亦然。游泳或大量流汗后要记得补擦。16点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的阳光威力最强。17点若想晒黑皮肤，最好循序渐进，慢慢忙暴的时间磨伤。1点使用爽身粉，防止摩擦。2点尽量穿着使用天然纤维为原料制作衣服。3点在易磨伤的地方涂抹凡士林。4点新衣服在穿前先洗过，这样有助于软化衣物。5点不穿质料粗的点，如易磨伤，则可使用在磨伤，如此防止伤害加剧、割伤及擦伤。1点以直接施压的方式止血，在伤口处放一块清洁能吸水的布，以手压紧，通常会在1-2分钟内止血。2点若血流不止，请将受伤的地方高超过心脏，以减低伤口的血压，可遏流血。3点清洁伤口可以清水轻轻洗净，1天2次。4点用弹性绷带绑住伤口，但勿阻碍血液循环。5点伤口若血流，应先压住伤口离心脏最压血点。1后若止血带予以紧压。6点勿使用止血带，以免因血液循环被阻断而失去受伤的手或脚。1点保湿伤口，以免伤口因暴露在空气中而减缓新细胞生长。8点2小时注射或伤风预防针，烧伤。1点熄火，然后用大量的冷水冲伤部。若是被热油热汤或电池酸溅到，应先将沾到的衣物下
后洗去皮肤上的油脂，再将纱布浸入冷布中。但若衣服与伤口粘在一起，则不宜自行揭开粘。注：2以乃抹伤，其会爱伤不散热，同时也可能引发感染。3点盖住伤部，以免感染。4点受伤24小时内别理会烧伤部位。24小时后用肥皂及清水轻轻清洗烧伤位，然后以净纱布盖住，并保持严霜。5点使用维他命 E 涂在伤处，可疏解不适，并预防疤痕。6点保留水泡完整，可维护伤处不被感染。冻疮。点躲开寒风。2点误进前的辐射热气。3点保持暖温。4点保持前燥。5点勿喝酒，否则热气会散更快。勿抽烟，抽烟会降低体内的血液环境，使四肢更容易受到伤害。7点勿穿紧身衣，也不要戴任何戒指首饰。8点避免接触金属。嘴唇前裂。1点使用护唇膏。2点擦口红。3点摄取维他命 B 群。4点补充水分。5点不要舔嘴唇。6点避免牙膏、加味剂、糖果、口香糖、漱口水等物过敏。以碳酸氢钠牙较好。7点若手边无唇膏，可以用手指沾点鼻子两侧的油脂，可为好天然前手，避免水。2点手时洗手心就好。3点使用无油脂的乳液洗手，涂在手上，搓成泡沫，然后用面纸擦拭。4点以沐浴油洗手。5点使用护肤剂。6点用毛巾擦手。7点泡双手。8点是用便宜的 C 乳霜。9点涂2层保护霜。10点是用柠檬油与甘油，然后按摩双手。11戴手套。12点上美院洗头发。13点用燕麦片脱皮，每周1次。将生的燕麦片搅成细粉末，再将布磨皮或在水清前涂层护手霜。14点如果可能，尽量少接触厨房的事物。油性皮肤。1点使用护肤面膜。2点用热水及洁肤皂洗脸。3点使用收水。4点选化品，皮肤颜色。冬季敷养。1点将皮肤浸入温水中。2点润滑皮肤，以避免皮肤的水分蒸散掉。3点趁皮肤表面有水分时擦拭乳液。4点最佳的乳液就是凡士林是超脂质香皂。6点勿太常使用香皂。7点使用湿气机。8点降低体温，皮肤湿疹。1点提防前燥的空气。2点用温水泡澡。3点使用润肤产品。4点避免使用止汗剂。
5点穿棉质衣服。6点避免使用假指甲、冰敷。8点调配当的时。9点免快的温度变化。10点使用纯白的卫生纸。11点使用不含香料的乳霜或软膏。12点使用尿素产品。13点洗一次，冲2次。14点当心发生白内障的可能。尿布疹。1点让屁屁透气。2点使用超强力的尿保湿而屁股的。4点补充洗尿布。5点喝小红梅汁。前麻疹。1点冷敷。2点涂抹碱性物质如氧化镁乳液，有些许效果。3点用药用植物。4点最好事先预防，避免接可能起前麻疹的药品、植物或昆咬色可能带状疱疹。1点使用止痛药。2点服用维他命 C 及 B 群。3点冷敷患部。4点避免高温。5点泡太白粉皂，但只有暂时止痛的功效。6点使用双水擦拭在患处。7点使用中速有1点维他命 A 直接涂在油上，效果良好。2点将维他命 C 捣碎，掺水拌成糊状，直接涂在油上，对某些人有帮助。3点 OK。风。4点持条。5点用百分水阳端的软膏。使用前先将患部浸在温水10分钟，以促进药物渗透。6点记得穿鞋子，以免脚上的裂痕或伤口被病毒入侵。7点经常更换鞋子。8点避免接触伤口。9点宝贝指甲周边。10点放松心情。热浓低。2点降温时间。3点以消毒针将接刺破，再将脓挤出。4点勿使感染扩散。鸡眼与后睑。1点不可用尖锐的工具将鸡眼与后睑去除。2点谨慎使用膏药，最好完全。3点浸泡盐或柑橘。4点磨除后睑。5点以软垫隔开脚趾，以免因摩擦而造成的鸡眼。6点使用点式绷带。7点覆盖布。8点倾斜降伸展贴，使鞋有弹性，脚肌的疼痛。9点避免高跟鞋。10点穿尺码相符的鞋子。11点糖尿病患勿清除后睑或鸡眼的问题、疤痕的问题。1点保护皮肤避免受伤是首要工作。2点帮助伤口快复原。3点勿剥除疮痂。4点饮均衡。5点勿用力搓洗痕。6点用防晒油晒疤痕、脂肪堆积。1点减轻体重。2点营养均衡。3点充分休息。4点防止便秘。5点保持皮肤的排泄系统通。6点多喝水。
7点避免盐分。8点戒除喝咖啡或抽烟的习惯。9点锻炼肌，按摩往堆部位。1点做深呼吸。12点保持平静。香港脚。1点爱护足部，给予充分的休息。2点疏解脓疮，以冷敷控制发炎，减轻痛痒及前道脓疮。3点泡水揉。4代换涂药。5点治疗指尖部位。6点去除死皮。7点2至3天清除一次指甲垢。8点使用抗霉菌乳霜或乳液，可抵抗复发。9点选择适当的鞋子。10点换鞋。11点保持鞋子的爽。12点经常换袜子。13点在脚趾间撒些爽身粉。14点在鞋内撒些爽足粉。15点勿赤脚走在公共场所。脚臭。1点经常洗脚。2点在脚使用爽身粉。3点使用止汗剂。4点经常更换袜子。5点穿通风的鞋子。6点睡前以酒精擦拭脚部，再撒些除臭粉，然后用塑胶袋套脚，以诱发流汗。次日清洗脚部，再予以擦前，连续如此1周，接着再每1至2次。7点经常泡脚。8点拿包水，脚浸入20至30分钟，擦前后撒爽身粉，可防止脚发。5点也可以粗盐溶于水泡水。10点醋酸铝重碳酸钠及醋溶于水泡脚，都有除臭的作用。嫌冷浇地的泡脚，有助减少流汗，防止脚臭。12点保持平静。3点饮食。14点勿过劳动物、昆虫及动物咬伤。1点蚊蝇咬伤，请先以肥皂及清水冲洗咬痕，然后涂一些杀菌剂。2点为了治发，将患弄湿后擦些阿司匹林在伤口上，对阿司匹林过敏者勿视。3点疏解痒痛，可口抗组织胺肤可将关卡或溶于附近之后敷于患处。4点预防蚊虫咬伤，可用极稀的绿漂白水泡澡，驱虫效果可达数小时，但避免溶液接触眼睛。5点某些沐浴油及防晒液有驱虫所。6每天服用锌至少60毫克，可当作天然驱虫剂，但应由医师许可。7点若被猫或狗咬伤，特别是被猫咬到，可能传播病菌感染，应以肥皂及清水彻底清洗伤口，除去唾液及其污染物，并予以止血，让伤口的位置高于心部，再用绷结的布条伤口绑住。8点动物咬伤，可以阿司匹林止痛。若有发肿情形，应提高患部并且加以冰敷。9点最好到医院注射或伤风预防针。10点蜘蛛咬伤，应先彻底清洗伤口，
然后杀菌液消毒。11点冰敷方胜低速被吸收的速度。12点用水湿伤口，在擦一定阿司匹林以中和不毒素。13点若被黑寡妇或瘾君子等毒性极强的蜘蛛咬到，应医院诊。昆虫谋伤。1点病逝的来源，大多数的蜜蜂只能是人一次，但黄蜂、胡蜂等蜜可以的是人。某些蜜蜂还会吸引同伴来袭，因此千万要小心。2点被蜜蜂噬到应尽快剔除噬针，注意挤压噬针或毒囊，以免释出更多的毒液。3点以肥皂、杀菌剂清洗伤口。4点冷敷伤不但可疏解疼痛，还止痛。5点热疗也能止痛，可拿个吹风机对准伤口吹风。6点弄湿伤口后，用阿司匹林定搓摩，可中和毒液中某些发炎。7点将阿摩尼亚及氨水涂在伤口上，可迅速止痛。点可碳清水糊状伤口。9点将活性炭粉加水调成糊状，涂在伤口，可迅速吸收伤口的毒素，达消肿止痛的功效。但要保持活性炭粉的湿度才能发功效。10点要预防适应穿色服装、误擦香水，也可增加新的摄取量。11点被一群蜜蜂追赶时，可跑进室内或跳入水中。进入树林也是一个好方法，因为蜜蜂在树丛中不易追赶猎物。12点使用松节油也可防风。13点若被水母咬伤，应立即用盐水冲洗伤口，不可用淡时，不可搓磨皮肤。14点被水伤后，以酒精泼洒在伤口，若无医用的消毒酒精，含酒精饮料也可代替。15点被水母咬伤时，阿士唑胺酒和得过。16点水母后，有处需要剥除，应避免以手直接接触，可以毛巾裹手抹掉，或以刮胡膏轻轻地刮除。若仍无法去除，可将沙子与海水涂在伤口，然后以刀片、信用卡等锐利的东西将触须刮除。17点要避水母咬伤，穿裤袜游泳是一个好方法。肉刺。1点手指长肉刺，最好将砍断。2点勿咬肉刺，以免在指甲周围留下深痕而引起感染。3点浸水和混而成的溶液。4点涂抹润肤乳液。5点勿抠刺肉。6点养成护肤的习惯。7点爱角质。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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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号星号号星星星号星号号星星星号号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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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9点肌肉及骨骼疾病，肌肉痛。1点休息受伤的肌肉，要休息多久需视受伤程决定。2点肉一受伤，要防发重，以立即冰敷患处，每次20分钟，不宜过久。3点使用绷带包裹受伤的小腿或扭伤的脚踝，可阻止发重，但不宜过紧。4点抬高受伤的足部或小腿，超过心脏位置，以防血液流向伤处，起重。点热治急性痛或伤，但最好在冰敷相当时间之后才转为热敷，且不宜过久。6点服用非类固醇的消炎片可有助于疼痛。7点伸展肌肉有松弛的效果，也防筋敷过程而造成以后的肌肉疼痛。8点按摩肌肉可缓和疼痛，但只需轻轻的搓揉。9点添加衣物保暖，可以支持肌肉。10点变换位置是减少肌肉疼痛的方法，特别是需要长期坐在办公桌前处理文书工作或使用电脑的人。除了要保持书的位置，移动时的换式都是有必要的。11点站起来可以帮助消除腿部或足部的痉挛。12点肌肉的次日可以较慢的速度及较轻的力气进行使肌肉受伤的活动，有助于排除疼痛。13点以其他运动来缓和肌肉疼痛，例如走路使其酸痛，可以改骑脚踏车让小腿休息。14点若肌肉疼痛已成了慢性问题，则减轻体重可以降低身体负担。15点若某一种运动经常使肌肉受伤，则有必要换其他的运动。16点在激烈运动之后不停止，最好能缓一下，慢慢的停下来。17点穿着适合的鞋子是避免肌肉疼痛的必要方法。18点经常活动四肢，强化肌肉的柔软度。19点多补充水分，特别是在运动期后运动期间。20若半夜抽筋时，可站在墙边以手抵墙，脚跟贴地，保持10秒，反复数次。21点从脚踝向上按摇腿，可缓解抽筋。若经常苦于抽筋，可在每日睡前先行按摩小腿。22点穿宽松睡衣及减轻棉被重量都可减轻抽筋发生。23点补充钙质可减少抽筋的发生，但应向医师咨询。20点侧背，膝盖微弯，并在两膝之间加个枕头，可避免小腿抽筋。肌腱炎，1点让肌休息，但避免休息过久，以免肌萎缩。2点若
肌腱炎的发生是运动易的。更换运动项目是个可考量的方法。3点起按摩愈可帮助提高体温，促进血液循环。4点若肌腱炎发生在膝盖部位，可以温湿的毛巾热敷。5点平时及运动前应多多伸展肌。6腕肌可强化肌肉。7点冰块消肿止痛，但心脏病、糖尿病或血管有问题的人不宜使用。8点抬高患不可控制发重。9点服用不含类固醇的止痛药，可消炎及消肿。10点锻炼肌肉可强化肌肉。11点休息片刻，是疏解肌肉紧绷的最好法。指甲内生。1点以温水泡脚软化指甲，仔细擦前后，再在指甲凹处边缘塞入1小撮消毒过的棉花，将指甲杯顶勾套，使指甲能掠过表皮组织生长。棉花应每日更换，以防细菌感染。点让气。3点好穿头鞋或凉鞋。4点细心的修指甲，应剪成平直形状，以免指甲边缘弯入皮肤生长。5适当的修护指甲，若剪得太短，应以豆刀将缘磨平。6点不要于脚边缘，以避免脚趾受压迫及摩擦，颈部痛。1点冰敷可消肿。2点冰敷消炎之后，以热敷可缓和痛楚。3点服用止痛药。4点坐有靠背的椅子。5点坐着时在背部凹陷处置放一条毛巾，可助脊椎直立，并提供额支柱。休息起身走一走是不错的方。7点避免经常低头，以免脖子背面的肌肉紧绷。8点视线应与荧幕保持水。9点减少电话聊天。10点搬运重物在弯膝蹲时，应持起力，将物贴近身体，同时双脚与肩膀同宽。11点睡硬床垫可能较好，有些患者在舍弃不用枕头后，得到颇大的改善。12点不要趴睡，趴睡不但伤背，也伤脖子。13点在湿冷的天气戴围巾，以免加重脖子的僵硬痛。13能是不肌肉僵的原放轻背痛。1点背痛的前2天应保持最低的活动量，躺在床上休息是有必要的。2点卧床休息应该适度，最好在2-3天后就会正常活。点冰敷或以冰盖按可止痛，有助于消除背肌的肿大及紧绷。4点冰敷1-2天后，可改用热疗法。5点冰敷与热敷交换运用，反复数次可疏解疼痛。6点伸展背肌帮助消除痉挛，方法是躺在床上，轻轻地提起双膝，向胸前弯曲，以膝盖达胸前。
稍微再对膝支压，放后再复。7点下床时应小心缓慢地滚动到床边，双脚先着地再将身体直撑起。8点长期背痛则可在弹簧床下塞些旧杂物，防止睡觉时因床中央凹陷使及不下陷。9点使用可以调整又不会摇晃不定的水床，可帮助预防背痛。因水床对身体各部位所施的压力均等，因此即使整夜以同一姿势躺着也没有关系。显睡眠实验：高颈部及膝部尽量采平躺姿势，在头与颈间以及膝下都放一个枕，可松弛后渐进而缓解背的压力。11点模仿婴儿睡姿，在两先侧枕头，防止腿前滑动，拉扯臀部，进而波及背部。12点背痛时每天服用一定阿司匹林，可去除发炎症状。13以想转移背痛。14点倒立身体，反转身体的重心可能帮助消除背痛。15点练太极拳可以帮助松弛肌肉与小体各部。16点以压得起身弯膝仰卧抬头路上游泳姿势踩固定式脚踏车等运动减轻痛楚。7点少是避免强。18选择的车坐也是避免背痛的方法。手腕痛症候群。1点手部若有刺痛感，应做些温和的手部运动，如旋转手腕。2点将手抬过头，一边旋转力，一边旋转，可帮助肩膀、颈部及上背部调整位置，并疏解压力及张力。3点做头颈运动，如旋转头部、看左看右等简单的动作。4点使用阿司匹林可帮助消炎止痛。5点让手肘高于肩膀，以桌面支撑手肘，或将手靠在椅爬上，是让得的好方法。6点将手连放，并伸直手指再弯曲，反复练习，有助疏解疼痛。7点睡眠时避免手臂下垂点。8点使用护腕夹板，让手腕保持伸直，轻手腕处。早选5年后带合金属色护腕，可提供支持作用又不使手僵直。记得要露出手指。9点用绷带包裹手腕时不要太紧，以免防止血液循环。10点使用工具时不要将压力集中于手腕肌部，尽量用手肘及肩膀。11点维他命 B6 有助于疏解手腕痛症候群症状，但必须医生指示。12点保持手腕伸直可避免手痛、关节炎。1点减轻体重可减轻疼痛。2点经由适度的移动关节可以减少疼痛。练习瑜伽是一个不错方法。3点减轻心理负担可以减轻痛。4点预防早晨起床时的关硬，可使用肌肉软膏。
5点泡水可帮助止痛，减少压迫感，而肌肉放松时可刺激脑内天然止痛剂的释放。6点水中运动对消除疼痛有帮助。7点使用冰块冰敷关节可预防疼痛。8点有氧运动可改善心状，例如骑脚踏车、游泳等。9点不吃不必要的药物，如安眠药、镇静剂、止痛药。10点可按摩在有肌腱与4关节相连的肌肉上。11点增加维他命 A 的摄取。12点有些物可引起疼痛，如马薯、番茄、茄子、烟草、青椒及红椒等。13点减少摄取植物油，如沙拉酱油、炸食物及人造奶油。14点喝果菜汁有助于大幅降低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疼痛、骨质疏松症。1点以运动强健骨骼，可增加骨骼的矿物质含量。2从中摄取够的钙质。3点熬汤时加接触，可帮助溶解骨头中的钙。4点服用钙质补充物，可将钙质补充物质一定于醋中，若裂成数块，则较易溶于胃；若无，应更换其他品牌。5点摄取足够的维他命 D 以帮助吸收钙质。6点节制使用酒精。7点戒烟。8点限制咖啡因用量。9点不要吃多的，以免蛋白质促使钙质排出，而导致钙质流失。10点减少盐量，以免愈多的钙质随着钠在尿液中被排出。点注意酸的取量的钙质磷酸是1，因钙质较不易被吸收，所以应增加钙质的吸收量。12点有骨骼疾病的家族病例白种人，肤色白皙，骨架较小，体脂肪较少，40岁以上已切除卵巢，未生过小孩，停经期，提早来对乳品过敏的人较容易得到骨质疏症。膝盖痛。1点轻体重。2点用止痛乳液搓揉膝盖，能产生热以疏解症状。3点适量的运动锻炼膝盖，肌肉愈强壮，关节愈能承受压力，抬腿是不错的选择。游泳、踏车等活动易健康，不会压迫膝盖。5点避免在坚硬的地面上跑步，最好的是草地，其次是柏油路、水泥的居后。6点在活动期间若发生膝盖疼痛，应立即进行休息，以冰块冰敷，并高脚。7点若有肿胀的情形，切忌热敷。8点若鞋子失去弹性，应立即换新鞋。9点运动前后做体操，脚痛。1点抬脚可帮助血液循环。2点泡温水可以疏解疲劳，之后再以冷水洗净，拍前足护肤。3点冷水与热气冲，每次1分钟，最后一次是冷水。
4点用茶叶放入热中泡脚，再进行前述的冷热交替法。5点以婴儿油按摩脚部，可帮助除脚痛。6点用毛巾包住并按摩脚部、踝部分处，可轻发炎状况，同时可予以温和的麻醉，然后再以酒精或醋湿脚，可收冷却及前燥之效。7点经常运动足部及腿肌，可消除脚痛，并促进血液循环。8点选用厚实且防震的鞋子，保护脚免受粗硬摆物的伤害。9点穿着高跟布衣，同时不要得太高。10点若新鞋稍小，可在袜内塞满沙子，塞入鞋内，以湿巾裹鞋子，静置1天在自然风前，可让鞋子延伸。但若效果不佳，可重复此法，培养优良的姿势。1点奋展脊柱，2点侧扭脊柱，让左耳碰左肩，再换右边。3点旋转头部，4点向前弯腰，使头及手臂向地面甩，再仰身向后。5点对着镜子调整姿势，当你的耳后、肩膀、臀部及膝地面成一致，那姿该是标准了。6点放松肩膀，7点矫正驼背，8点垫高1只脚，可避免身体前倾，少不负。9点保持膝盖呈水平或稍高于臀。10点勿挑脚，跨脚时你姿势歪斜。1点与桌面对离，免退。12点保持良好的睡姿，最好是弯曲膝盖侧睡，且使用较扁平的枕头。记得使用较坚固的床垫。13点走路、跑步、游泳、骑脚踏车及游舞蹈是很好的，可伸展肌肉，帮助姿势良好。14点适时休息背部，可在1天工作后躺在地，双脚置于矮板凳15中。15点站立时应让双脚贴地。16点在1天工作前后均应伸展背部，以抵制弯腰驼背。星号星号号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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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号星星号号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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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号号星星号其他全是疾病过敏。屋内及车内均使用空调设备。2点安装空气清净机。3点添购除湿机。4点用杀菌剂擦拭潮湿的地方。5点隔离宠物，特别是猫的毛屑。6点从事能接触工员的工作时应戴面罩。7点在床垫及枕头上加装塑胶套，以避免吸入藏匿在枕头或
破床的小虫。8点避免使用固定式地毯，改用小地毯到易清洗整理。9点使用人工合成的枕头，便清洗。10点常用热水洗床单，可以有效防止虱子、疲劳。1点每天早晨多给自己15分钟，就不会匆忙地展开一天。2点吃3件式早餐，即包括碳水化合物、糖类、蛋白质离脂质物已过甜的食物味道，能让精神紧张坐立难安。3点花时间计划当天目标，但应量力而为。4点若有无法解决的问题，请暂时远离。5点关掉电视，以阅读取代较好。6点运动可以给予能量，快步走路是不错的选择，但睡前2小时进行不宜用。7点运动不宜过量。8点一次学一件事情。9点服用综合维他命。10点调整生理时钟，使其符合正作息。10点戒烟。12点尽力身动。13点学习拒绝，特别是在繁忙时，应该婉拒其他的委托。14点减肥。15点避免睡得。16点避免开夜车，不要牺牲睡眠时间。17点若睡眠品质不佳，可在每日固定时间小睡片刻。18点深呼吸。19点避免喝太多酒。20点午餐应清淡。21可将当作一天的餐。好中医不去20分钟的要摄取较易燃烧的食物，如糖类。22点偶尔去度个假吧。23点少发脾气，可节省力气。24点将环境布置得生气盎然，绿色有助于长期维持力，除分心。25点听听音乐提神。26点设定目标，督促自己前进。27点冲凉澡可帮助规避体力。28点补充水分可防止虚脱，避免引起疲劳。29点避免不必要的药物。30点改变某些习惯，如不同的饮食内容或运动项目。31不要摄取太多含咖啡因的食物。32点乐观、积极、自信都可增进个人的体能状况。发烧。1点冲夜。如果菜汁药草茶、花茶等。2以湿冷毛巾敷身体。3点海绵擦拭全身。4点泡温水澡。5点疼痛时应服用止痛药。6点依身体反应穿衣服，不宜过多，以利散热，但也不可太少寒冷。7点调节室内温度，保持柔和光线。8点除了补充水分，想吃石磨就吃石磨，饮食30中菜良品为准。10点降体温，即含于舌下的凹陷处，可量到体内的核心温度。11点以嘴唇
固定温度计，杯牙。12点量体温时应以鼻呼吸，而不是以口呼吸。13量体温应含于舌下至少分钟。14.5岁的幼儿应以肛温代替口温，但肛温通常较口温高1度。15点若温度计不小心在嘴或肛内裂，请取出后擦外伤药及除非找到所有的玻璃碎片。16点温度计不宜用热水清洗。中暑。1点避开烈日。2点多喝3点喝稀释的电解质料。4点避免以盐定剂补充盐分。5点避免酒精。6点避免咖啡因。7点勿抽烟。8点慢慢适应气的转变。9点从事户外活动，放慢速度。10点过于炎热时，可以冷水冲淋头部及颈部。当水分蒸散时，可帮助散热。11点中暑可能在连续几天内逐渐的虚脱，如有体重在数天内直线下降的情况，加以留意。12点戴帽子可减缓头颈吸热的速度，特别是秃头或逐渐秃头的人。13点勿打赤膊，以免吸收更多的辐射热。通风汗衫反而有消暑的作用。14点选择浅色的衣服，棉花及聚酯合成的衣物最为透气。15点一旦中暑，请为患者脱水，将患者移到有冷气的地方，如患者一身处，给予补充水分，再以冷毛巾湿敷患者。宿醉。1点喝果汁可加速酒精代谢，柳橙汁及番茄汁更宜。2点吃饼前及蜂蜜，可清除残存的酒精。3服用止痛药，如阿匹林，但不要服用太强的止痛药，以免上瘾。4点喝肉汤，可补充体内流失的盐及钾。5点冲水。6点服用综合维他命。第7点服用氨基酸胶囊。8点喝些咖啡。9点饮食均衡。10点的一段时间就已恢正常。11点预防宿醉最好是慢慢的喝酒，喝得愈慢，脑子吸收的酒精量愈少。饱腹时喝也可减少宿醉。12点不同的酒有不同的症状，伏特加等白酒较好，康涅克白兰地、威士忌红酒及各种金都好。13点避免有气泡的饮料，除了香槟以外，兰姆酒及可乐、汽水等都会加速酒精进血液。点体少者能喝的酒愈少。体臭。1点用香皂及清水洗净身体。2点常换洗衣服。3点选择天然织品，吸汗效果较好。4点使用杀菌香皂。5点止汗剂可掩盖腋下的汗臭。6点使用天然松皂。7点注意饮食，少吃鱼类、小茴香、蒜头、咖喱粉等物。8点保持心情平静，心
性冲动或紧张、焦虑都会使排汗增多。本文参考疾病自我治疗点。Excels